今日开始，咱来关心花莲的富凯大饭店，因为地动严重起气已经开始咧拆，已经拆到5楼啊。也毋过过程中一直有地动尾，加上方面各位花莲咧落大雨，增加拆除的困难度。花莲县政府即马是强调讲，雨若是伤大，就会先停，会看事办事做调整。也若土木技术工会嘛伫现场监测，看大楼敢有愈起愈厉害。 入暗了，虽然有落淡薄雨，但过花莲富凯饭店的拆除工作依然继续进行。花莲县政府讲，因为雨正细，未影响拆除工作。但如果雨伤大，怪手的司机看不清楚，就可能暂停。目前的雨势不影响拆除的进度，我们还是会持续进行。但如果雨势过大，影响到拆除的视线的话，我们再视情况来做调整。全台湾上长的怪手女负荷，规工拢伫咧拆除，由4位司机轮流操作。 大管机这支长手直接伸到管楼前，用尾力行慢慢甲伊压断，无求紧，安全上重要。司机对地面前发挥千里眼，闪开密白的钢筋。因讲这么上惊就是地动尾过油。怕大地震而已。那万一大地震，你怎么反应得及？手赶快移开啊！要移，它不会马上下来啦。所以你会先救手，不要让它被压到这样子。 有伫咧团讲富凯饭店开始拆了，有粗4.7公分。专家讲现场拢有经轨机加自动感测仪器，当心无改变。其实都是很微小的，都是在合理的范围内的。另外，统帅大楼2、5继续吞吐增加管道。官府讲应该是过8日了才会拆。行政院也决定补助100栋红黄单建筑物6层补强，自上悬450万增加到1500万。 因若伫咧泰鲁阁经营酒店实习4年的高中3年级学生，被救出来了，伤势严重。经过22天的抢救，医院伫25日楼不幸过身。正在4公3大地震第18位罹难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